喺呢個快節奏時代，我哋似乎都習慣咗計算得失，連喜歡一個人都變得小心翼翼。我哋驚付出嘅冇回報，驚真心被辜負，於是學識咗試探、保留，甚至用套路替代真誠。但真正嘅喜歡，從來都唔係一場精打細算嘅交易啊！成年人嘅世界，每個人都戴住面具生活，我哋習慣性地隱藏脆弱，包裝完美，好怕暴露一啲真實，就會失去對方嘅愛慕。但真正嘅誠意係敢於喺對方面前做真實嘅自己，唔刻意討好，唔假裝完美。因為你知道，如果對方連真實嘅你都無法接受嘅，咁呢段關係從一開始就會虛幻㗎啦。